相信大家都試過，越急唔見咗嘅嘢就揾唔返，越趕時間就梗係 miss 咗班巴士，部 lift 又啱啱落咗樓，明明得半個鐘食個飯，咁啱間餐廳又漏咗你張單。當你越要急越想快嘅時候，往往都係得唔到想要嘅結果。而正正呢啲 moment 好多時都係情緒最易被 trigger 嘅時候。套落交易層面就係嗰啲每日都想追逐獲利，今日一定要正數，今個月一定要出金，急住達到目標嘅念頭。今集我哋嚟探討慢落嚟，一步步貫徹始終，每天執行類似動作，過一排，當你回頭一望，原來已經走得咁遠，行得咁快。睇完呢集，你會明白到慢嘅重要性，對你交易又有咩實際幫助，令你發現原來慢慢來，你會走得更快。慢慢地用心去做，持續嘅勝利比一夜暴富更重要。幻想一下，突然有個燈神出現，俾你兩個選擇。A 即刻拎1000萬美元，燈神彈指，一瞬間就變啲現金到你手。B 俾你一個1蚊銀仔，每日穩定複利加3%，聽日變1.03，後日1.0609。呢個硬幣頭半年每日多幾毫，連買杯咖啡嘅錢都唔夠。一年後都只得4萬幾蚊，但係到1年半左右，呢1蚊已經變成1000萬美元。一開始睇落去好慢嘅增長，往往帶嚟最誇張嘅結果。所以任何一件事，只要保持正確方向，慢慢地、細心地做，最尾嘅複息結果往往非常驚人。慢落嚟，除咗可以享有複息嘅威力，將時間當為朋友之外，仲有下一個重點就係人無事先可以做到世界冠軍。交易路上，相信唔少人身邊都出現過啲朋友，一段時間不斷鋪單、鋪 story，炫耀盈利，強調自己賺錢。但嗰一排你會發現佢哋開始唔出聲，開始進入挫敗期，默默退出，投機炒賣，白白錯過學習進步嘅機會。從來交易唔係鬥賺得多，而係求生存得耐。每隔幾年，市場都會自動淘汰一批缺乏認知、求快、求急、求多嘅人，留下來嘅往往係做好風險管理、持續學習、努力實踐嘅交易員。正所謂10年磨一劍，任何一個行業技能出色嘅人，往往需要長時間嘅打磨。讀個醫生，直到專科，起碼10年時間。張家朗由學習劍擊到拎到首面奧運金牌，都要經過14年嘅訓練，當中嘅汗水又有邊個知道？套落到交易，你更加冇可能指望自己可以1-2年炒到曉飛啩。嗰啲沉迷於一時短期嘅勝利嘅人，到最終都只會被市場自然淘汰出來。只有一步步慢慢地視交易為學習，不斷需要精修嘅技能，先可以最尾係市場生存下來。接下來再講下慢落嚟喺交易有乜實際應用。慢，市場大把機會，唔使急於每日都要做 trade，專注優質交易。慢，令你體會到自己情緒嘅起伏，唔需要過度反應。了解自己有助提升交易穩定性。慢，令你看清楚市場雜音，睇清楚價格嘅流動、形態、周期等。一條平穩慢升嘅曲線，比一條大上大落嘅曲線更值得你信賴。先敢打大倉位，幻想你有100萬，想揾2個 trader 幫你管錢。過往3年期間，Trader A 急進型，總回報加220%，成績勁爆，好熱衷每日睇財經新聞。贏錢固然興奮，重倉位嘅時候會焦慮到失眠，曲線大上大落。平日嘅情緒唔算好平穩。Trader B 慢穩型，成績唔及 Trader A， 只有140%回報，但係 Equity Curve 呈45度角向上升，每月小幅增長，少有大波動。每日只專注優質 setup， 睡得安樂，甚少利用突發消息交易，寧願避開突發事情，放棄可以獲得巨大利潤的時機，都唔想忽然有大損失。如果2個都有3年 track record， 你會揀邊個幫你管錢？我估大部分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會揀 Trader B。喺交易世界裏面，穩定一致性先係王道。慢亦都可以令自己多啲時間審視自己、了解自己，應付市場任何情況。前總統林肯講過：如果俾我6小時斬一棵樹，
我會花前4小時去磨你把斧頭。交易唔係要你幾打得成日落場打打殺殺，而係如何裝備好自己，精修自己技能，磨你斧頭。喺精進你系統嘅時間，定義好每一個元素、每一個場景，你會如何應對？呢啲日積月累嘅時間，會為你換來一份安心感。呢種慢，不論在交易，其實放於生活都好有效。慢就係快，唔單止係交易投機用得其所，喺生活不妨可以實踐一下，感受一下身邊嘅事物，唔好急住反應，從好微細嘅事觀察，用個心去觀察，往往都有意想不到嘅收穫。要記住，交易唔係鬥快，而係比邊個更耐得住寂寞，一步步堅持正確嘅事。歡迎大家 like 加訂閱加撳埋隔籬個鐘仔，收聽更多專業交易員嘅交易心理。我哋係交易心魔，下集見，交易加油！